本土民主反共，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radio.hk貫徹聲嘶力竭，繼續青筋暴現，身體力行，隔空發功，毓民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好，毓民踩場同大家見面啦。咁喺我身邊咧，雖然係盧斯達，咁大家唔使驚嘅嚇，因為咧就黃毓民同埋靳文芝同埋鄭松泰喺電話旁邊。毓民，你同大家講聲 hello 好唔好啊？喂 ，hello， 大家好。嗱，我哋而家咧就喺台北啦，咁啊啱啱咧就阿泰同埋阿靳文芝咧就雙參加完呢個時代力量呢個 Freddy 嗰個即係造勢晚會啊。閃靈。咁佢咧就即係呢位39歲嘅閃靈主音歌手咧，咁喺今次嘅選舉裏邊咧，即係個選戰咧越打越正。即係佢嘅對手咧就係即係呢個台北萬華區嘅國民黨嘅即係林旭芳呢個選區咧，就即係選一個嘅啫。咁上一屆都係呢個林旭芳嘅高票當選嘅。咁今次咧就即係嗰啲民意調查咧就睇到而家咧就即係而家封咗盤啦。咁但係就好接近㗎啦已經。咁所以呢條僆仔咧39歲，我哋都叫佢僆仔㗎啦，係咪？你睇佢樣曬條邊，咁以為佢好後生，其實都39㗎啦，係咪？咁佢亦都係呢個時代力量嘅即係創辦人之一。咁今次呢個時代力量咧就被視為呢個第三勢力。嗱，我哋知道喺台灣咧呢個立法委員嘅選舉咧，佢係總共選113席，單議席單票制，單一選區兩票制，即係話咧區域立委，即係等於我哋香港嘅地區直選咧，就總共按照全個台灣各個縣市人口比例咁嚟即係分配議席嘅。咁有30萬人咧就有一個議席一個區，譬如有一啲區佢唔夠30萬人咧，就要擸其他啲區加埋一齊，咁就夠30萬人啦，咁咪可以有一個議席，只係第一個議席。咁總共咧就有73個區域立委，咁73個區域立委咧就另外再加咧就係6個呢個原住民嘅即係席位。呢個原住民嘅席位咧就分為平地嘅原住民同埋山地嘅原住民，即係台灣嗰啲土著，咁就一定要由原住民去投票嘅。嗰個基本上等於一個保障名額嚟嘅。每個即係每一個區都有3席，即係山地同埋平地嘅原住民咧加埋有6席。咁除咗咁樣之外咧，就係呢個全國不分區比例代表制嗰個就係政黨啦，投俾政黨啦。咁可以而家參選嘅政黨咧，總共咧即係參加呢個所謂全國不分區淨係選黨嘅咧，有16個黨啊。咁就你只可以即係投一票，係嘛？咁如果邊個政黨佢個得票係跨過咗5% 嘅門檻咧，咁佢就可以有機會分配呢個議席。咁而家時代力量咧，佢嗰個支持，即係嗰個支持度咧，按照即係個民意調查啦嚇，同埋綜合即係各方面咧，就睇到佢超過10% 㗎啦。咁呢個係非常之恐怖一件事嚟嘅。即係話台灣自從有呢一個所謂單一選區兩票制，有即係政黨全國不分區比例代表制嘅選舉以來咧，就係從來冇一個即係喺民進黨同國民黨以外，有一個政黨咧可以得到即係10% 以上嘅選票嘅。咁所以即係臨近選舉呢2日咧，民進黨就開始淆底啦。因為民進黨咧喺嗰個區域立委選舉裏邊咧，佢係禮讓咗幾區咧，就俾呢一個時代力量去選嘅，因為當係大家即係盟友啦，係咪？咁就唔可以話即係好似香港咁協調啲泛民咁要領到盡啊！有啲大黨佢就留翻幾個位俾你時代力量。咁時代力量主要就係太陽花世代由太陽花學運衍生出嚟嘅一個政治團體，係嘛？咁佢哋咧就深綠嘅，同埋咧即係嗰個基本上係偏即係所謂台獨嗰個即係嗰個即係政治理念啦，係嘛？咁亦都係以年青人即係支持者係以年青人為主嘅。咁呢個黃國昌咁啊係呢個時代力量嘅領導人啦。咁林昶佐即係 Freddy 又係啦。咁另外仲有
2年前因為呢個即係操練過度即係操死咗嘅小兵洪仲丘個家姐咧，洪色容咧，亦都係時代力量嘅。咁因為任何一個政黨，如果你要去參加呢個全國不分區嘅比例代表制，即係投票俾政黨嘅呢一個立委選舉咧，你係必須要喺區域立委嗰度咧提名最少10個人去參選先得。即係話如果你提名唔夠10個人，咁你就唔可以去參加呢個全國不分區嗰個比例代表制嗰個選舉啦，係嘛？咁意思即係話咧，你起碼要有翻咁上下先，係嘛？咁可以咁樣做嘅啲黨啊，其實都好多嘅。咁佢有你冇你都走去選咯，係咪？咁所以有啲區咧，你係見到有啲即係馬男神啊，即係唔知何方神聖嘅咪？大家出名啲嘅小黨就係台聯啦，即係李登輝創辦嗰個台聯啦，新黨啦，係咪？親民黨啦。咁而家時代力量嗰個支持率咧係高，支持度係高過親民黨，高過新黨，高過台灣團結聯盟。咁其他仲有綠黨同社會民主黨結盟嘅嗰個組織又有參加呢一個全國不分區嘅嗰個選舉。咁而家嘅形勢咧，即係反為特別啲嘅就係呢一個時代力量咧已經隱然成為第三勢力。如果佢喺區域立委選舉攞到3至4席，喺呢個全國不分區呢個比例代表制又攞到成3至4席，有啲人估計佢最高可能可以攞到10席嘅。咁喺全國立法院113席裏邊，如果呢一個新生嘅政治力量可以攞到即係10席，即係佔咗即係呢個睇下先，佔咗11% 咁嚟計啦，係嘛？咁咧佢就真係會成為未來喺呢個立法院裏邊嘅第三勢力，佢可以足夠自己立法院咧組織一個黨團，而成為一個關鍵嘅少數。嗱，呢個係即係呢個中華民國修憲啊，即係將呢個立法院220席改成113席，由多議席單票制改成呢個單議席單票制，同埋單一選區2票，1票投區域立委，1票係投政黨呢一個制度，即係只係而家今次係第二應該係第3屆，係咪？喺咁嘅情況底下，而可以有一個咁嘅小黨可以攞到即係咁高嘅支持咧，我諗呢個對台灣未來嘅政治發展咧，都係有好大嘅影響，對民進黨亦都係構成一個相當大嘅威脅。所以有啲專家咧認為咧，包括今日我哋去訪問呢個台灣智庫比較偏綠嘅一個智庫啦嚇，咁佢哋都分析咧就係話未來咧，如果呢啲第三勢力例如時代力量呢啲嘅崛起咧，就可能對民進黨嘅執政咧都構成一個即係好大嘅制衡嘅力量，同埋會對即係呢個兩黨政治咧造成一個衝擊。不過目前咧仲係即係言之尚早啊，因為國民黨雖然都係會衰敗，但係爛銅都有三分釘啊，爛船都有3分釘啦。咁所以成個形勢咧就係啲第三勢力嘅崛起，特別係太陽花學運啊，咁即係等於我哋今年成日講嘅呢個所謂散兵係嘛，都即係有異曲同工之妙，但係個規模咧或者影響就冇咁大啦，係嘛？其實都係差唔多，係嗰種態勢。但係我哋香港個散兵或者呢啲年青人去參加區議會選舉，究竟可唔可以喺未來9月份嗰個立法會嘅選舉會造成一啲威脅咧？對傳統呢啲老大嘅政黨咧，咁呢個就真係有待觀察。但係喺區議會選舉裏邊嗰個選舉其實過去我都分析過㗎啦，係咪？呢個係隱然成為泛民主派即係啲老大嘅政黨一個即係相當大嘅威脅嚟嘅。咁台灣亦都出現咁嘅情況。但係另外一方面咧，我想講下咧，喺總統大即係選舉呢一個部分咧，咁而家3組候選人好明顯，即係呢個蔡英文咧、小英咧，就已經係會篤定當選嘅。當然呢個係 N 咁多個月前我哋都講㗎啦。不過而家照睇個情況咧，我哋睇翻下啲地下賭盤啦，咁你就知道佢嘅選情係點啦。地下嘅賭盤咧，而家係讓230萬票，即係話咧，你買下盤嘅咧，就係買呢個朱立倫，輸少過230萬票，咁你就叫贏啦，咁就買朱立倫。食賭波嗰啲我都知道點解啦，係咪？幾賠幾啊？咁嗰個賠率我就唔係好清楚啦，因為我早2日先至喺度問人，喂，而家開咗啲咩盤啊咁樣？咁我話如果230萬我就買下盤㗎啦，但係應該贏唔到200幾萬票嘅。230萬盤，但係佢今年嗰個嘅即係叫選民人數係上升咗唔少。嗱，但係有一個問題，佢投票人數會降低，係
佢個投票率會降低嘅。嗱，而家上一次9合1選舉咧有74點幾個%，但係今次估計係70到72嘅啫。唔係，我有一個講法就係話，其實佢而家睇到個投票率就係投票率低咗，但係其實選民人數個基數就多咗多，但係多咗唔係好多啫。即係而家佢哋估計會少咗50萬票。係呢個選舉比起上一次係嘛？咁因為你小英贏緊，有啲人就未必會好積極出嚟投啦，包括泛藍或者即係呢個泛綠嘅都係㗎嘛，係咪？反為咧，即係我覺得喺個政黨票嗰度可能多人投啊。不過你投低政黨票嘅時候，你一邊投埋，因為個投票係一次過㗎嘛，3張選票㗎嘛。咁但係會唔會有人喺個選票裏邊，即係第一張選總統佢唔選，咁就係選政黨啦。咁譬如而家好詭異嘅就係譬如話喺呢個泛藍嗰度咧，譬如新黨你睇翻佢電視廣告咧，就係政黨票投16號，即係投新黨，係咪？總統投1號就投朱立倫。咁佢呢啲咁嘅分，呢啲咁嘅所謂配票係好得人驚嘅喎。即係話，如果你唔投俾國民黨，即係呢個全國不分區，咁你投俾我哋新黨啦，係咪？咁仍然係令到呢個泛藍嘅勢力喺議會裏邊，如果你新黨可以贏到嘅呢個全國不分區嗰個議席嘅，咁咪又一樣可以喺議會裏邊係等同國民黨嘅力量咯，即係咁樣。即係咁樣分析，其實所以好尷尬。頭先我哋去嗰個嘅即係萬達公園咧，嗰度附近去睇林廠佐去嗰個嘅造勢晚會啊。佢嗰啲旗咧，其實全部都係蔡英文帶頭，同埋其實成個晚會開頭咧，都係講緊叫係大家係投民進黨，投2號蔡英文，跟住另一邊咧就投6號林長佐。即係嗰個嘅情況係因為嗰個區域立委就投林廠佐，係啦，因為嗰個區咧就冇民進黨嘅人去選嘅，所以你喺林廠佐個造勢大會裏邊咧，叫人區域立委投林廠佐咧係冇錯嘅 ，OK， 咁然後佢時代力量咧，佢係會支持蔡英文做總統嘅，冇錯，就係咁啫嘛。咁而佢老實講，佢總共提名嘅人數都係10個啫嘛，喺區域立委，另外加幾個呢個全國不分區都係10幾人啦。咁而且喺呢個即係區域立委嗰個選舉裏邊咧，佢係冇同呢個民進黨撞區噶嘛，係咪？譬如呢個林廠佐，佢對手就係呢個國民黨嘅林郁方，係咪？咁主要嘅對手就係佢冇同民進黨有任何衝撞，反為喺個政黨票嗰度咧，係啦，即係對民進黨就構成一個威脅啦。即係會唔會啲人其實就可能投咗時代力量，咁啊可能民進黨佢喺嗰個嘅立院裏面，即係即係咁樣啦。譬如嗰個選區，譬如佢嗰個選區係冇呢個時代力量嘅人，咁你咪投俾民進黨啦，係咪？區域立委總統你咪投俾呢個蔡英文咯，係咪？咁然後全國不分區咁咪投俾時代力量，即係等於我頭先講。即係泛藍嗰度都出現咁嘅情況啊嘛，係咪？泛藍而家就係對呢個親民黨嚟講，佢就唔當佢泛藍㗎啦。而家當宋楚瑜嗰啲就唔當泛藍嘅，但係新黨係嘛，新黨係深藍啊嘛，係咪？咁所以即係同樣出現啲咁嘅問題，係嘛？咁就會影響到呢兩大黨喺個全國不分區嗰個議席，係咪？因為民進黨要衝過半議席啊嘛，喺113席裏邊，佢希望攞到60席啊嘛。係咪？咁如果呢個全國不分區甩咗2-3席，咁你點可能達唔到呢個過半啊嘛？所以呢個係亦都係一個問題嚟嘅，係嘛？咁所以呢個選舉咧，其實都即係冇乜睇頭嘅，基本上係第一就係冇乜懸念，呢個政黨輪替嘅已經係第3次政黨輪替係必然出現嘅，而且民進黨係會大勝，呢個係同2008年即係民進黨執政8年之後。呢個馬英九大勝，同埋跟住落嚟嘅所有選舉、大小選舉，國民黨都大勝，個情況幾乎係一模一樣，係咪？所以但會唔會有一個唔同嘅就係因為其實嗰陣時陳水扁佢係俾人哋會覺得嘅係話佢係一個俾人拉嘅一個嘅總統，未拉嗰陣時係未拉啦，即係但係你都就拉，即係嗰陣時馬英九上去嘅時候，佢覺得自己都係以一個唔係其實台灣嘅人民就係咁嚟，佢冇得選擇，係咪？咁你陳水扁做8年做得咁差，咁佢係希望換個人嚟做，咁馬英九嗰陣時就如日中天，係，所以攞700幾萬票。都做完4年之後，政績不怎麼樣，同埋甚至受到好多唾罵。喺2012年，佢都仍然係可以贏蔡英文80萬票，係咪？真正成個國民黨要垮嘅咧，就係馬英九後邊呢個第2任嘅執政期。OK， 所有嘅嘢都開始爆發，但係佢自己洋洋自得嘅就係兩岸關係。你明唔明？呢個係一個問題嚟
即係話有啲人甚至認為，譬如我今晚先至同一啲資深嘅傳媒人啊，又有醫生啊。咁亦都有啲情治機關嗰啲人啦，咁即係佢哋係觀察選舉嘅嗰啲，因為一到選舉咧，情治機關咧、調查局啊嗰啲全部出晒嚟嘅。咁我哋有啲資深嘅傳媒朋友啊，連埋我哋咁樣一齊，大家就食飯，咁就亦都有傾到嗰個選舉嘅。咁佢哋即係都覺得，喂，今次呢個選舉咧，係基本上係喺舊年個9+1選舉，國民黨嘅挫敗嘅延續嚟嘅。即係舊年嘅應該而家講前年啦。前年2014年11月嗰個9+1選舉咧，國民黨係遭受有史以來最嚴重嘅挫敗，係嘛？咁呢個同當年民進黨遭受有史以來嚴重嘅挫敗嘅情況都係不相伯仲。咁但係問題就係話每一次去到一個咁嘅地步嘅時候咧，佢哋都缺乏一個力挽狂瀾嗰個能力，係咪？咁今次馬英九咧，即係佢變咗係一個即係選舉嘅負資產。唔係我自己覺得嘅就係佢今次你話以往昔日都係即係嘗試打經濟牌，但係而家嘅就係連經濟牌都冇嘢好打嘅時候，就只係將兩岸統一係咁對出嚟喺度打兩岸牌咯，打一個穩定牌，但係即係明顯你會見到其實無論經濟牌又好，或者兩岸嘅穩定牌都好，都似乎喺嗰個表現上面，因為甚至去到經濟牌，我見到呢邊嘅民調係講緊，喂，其實可能坊間嗰個民意係會覺得而家個年青人對於兩岸關係，佢唔係擺喺第一個優先，所以你蔡英文仍然都有好多年青人嘅選票。OK， 嗱，你話年青人要投俾時代力量，咁時代力量畢竟就係咁多人去選啫。咁你總共有73個選區區域立委係嘛？咁所以其實蔡英文咧，佢會揦咗好多年輕人嘅票啊。呢個係同之前有少少唔同嘅就係，喂，你之前嗰個你就算你馬英九啊，佢係未必攞到好多年輕人嘅票嘛。你經過太陽花學運之後咧，你又多咗一班後生仔，又多咗啲手頭族，係嘛？咁佢哋投票投總統，佢冇得選嘅，一定係揀蔡英文嘅。譬如而家今日同我哋隨團嗰個，佢都大陸讀一年書啦，係咪同濟係嘛？佢係負責帶團嘅，今次係港澳之友會嘅，啱啱大學畢業新聞系，喂，佢都係支持小英嘅。咁所以你睇到啲年輕人咧，即係話投俾小英嘅係佔多數啊嘛，你明唔明啊？咁所以呢個問題就話，你就算打經濟牌、打穩定牌、打兩岸牌，咁啲年青人覺得，喂，你呢個經濟牌我而家未睇到，穩定台灣亦都唔係好亂，唔係佢睇到舊年咪成年都經濟係咁，個個都差。喂，兩岸牌佢對啲年輕人嚟講，佢唔覺得係一個第一優先，係嘛？所以呢個係一個問題嚟嘅，呢個亦都係喺選後民進黨要面對嘅問題，因為佢哋會去推動兩岸關係嘅。佢用佢哋嗰套嚟推動兩岸關係，唔係或者將馬英九時代嘅一啲兩岸關係嘅政策略作調整，唔係搞亞投行啊嗰啲咁嘅嘢。一帶一路啊，係啦。嗱，毓民，我有個問題想問一問嘅。就頭先你提到咧，不斷提到啊林創佐即係 Freddie 啦，就帶領呢個時代力量啦。其實時代力量喺兩岸嘅關係嘅問題上邊咧，同民進黨有冇少少路線上邊嘅分歧咧？嗱，佢哋喺個選舉訴求裏邊幾乎就不談兩岸關係嘅。OK， 佢係嗰個新世代，即係世代之戰嚟嘅，呢個係咪？所以個問題就係話，到佢入咗立法院之後，佢對嗰兩岸關係嘅立場係點樣？我諗選後佢應該會有啲宣示，咁但係按照即係佢呢一班人嘅即係過去譬如嘅言論咧，你睇到佢哋係比較深綠嘅，應該係。如果你話綠係代表獨即係本土或者獨咧，佢係深綠嘅，係咪？咁仲有你睇佢啲選舉文宣啊各樣啊，咁都頗似我哋嗰陣時即係我主持咗嗰兩個政黨嗰啲文宣嘅，係好似。似到一個地步咧，就係連阿林想佐佢喺 Facebook 上面嗰個都係用個6號仔嚟有一個 icon 嘅，即係個 profile pic 啊。係啊，即係你見到佢嘅文宣啊、顏色啊、設計啊，佢係黃色嘅。呢個好似我哋即係2012年嗰個選舉㗎啦，係咪？咁我甚至覺得我哋啲文宣仲正過佢哋添，係嘛？咁所以即係佢哋譬如話講佢哋嗱，譬如我哋睇翻林創佐個政綱啦，兩岸關係嗰度其實好簡單嘅啫。其實呢個係一直以來啲深綠嘅講法嚟嘅，但係佢都冇將呢個台獨擺喺佢個政綱嗰度嘅，咁佢只係話咧捍衛台灣主權、強化台灣國際地位、堅持台灣與中國對等往來 ，OK？ 但係都係唔敢講台獨，係咪？咁呢個已經係相對比較即係
就可以將個選舉帶動到咧，成為啲國際媒體關注嘅。咁係啊 ，CNN 去到用 Skype 嘅訪問佢。係啊，咁譬如瑞士啊，呢個英國嘅衛報啊，呢個 BBC 啊，咁啊 CNN 啊，日本 NHK 啊，美國嘅彭博啊，德國通訊社、荷蘭嘅電視台啊等等，係嘛？咁變成係一個相當注目嘅一個選區啦。咁但係佢對手就係一個60幾歲嘅即係國民黨嘅老牌嘅立法委員，強手佢係相當強嘅，因為林郁方咧除咗個形象比較即係硬朗之外咧，佢問政嘅質素係好高嘅，即係喺議會裏邊係嘛。咁所以如果林昶佐可以贏佢咧，咁啊真係變天啊！真係呢個好大件事係嘛。咁啊，但係而家就真係我哋頭先喺現場睇嗰個造勢大會咧，其實難度係幾高嘅。即係唔知係咪因為個地區，因為喺嗰個萬甲公園嗰頭咧，其實係類似廟街咁上下。佢地方好細，地方細咁，同埋老人窮人咧係好多。嗰個萬華區係好難選，好難選。你一睇就知係難選㗎。咁所以當然啦，如果佢選到就真係好傑啦。呢個時代力量就真係好犀利啦，係嘛？阿毓民，仲有另外一個問題。仲有另一個問題問你哋嘅嗱，我哋呢邊喺香港睇到咧，就有所謂呢個解放軍嘅將領咧，就向台灣嗰邊咧就發出恐嚇啊，就話呢個蔡英文當選之後點點點。喺台灣有冇報道過類似嘅新聞咧？台灣啊叫佢食屎喎，係啊，自由時報咯，自由時報有報告啊，爆粗喎，係啊，叫佢食屎啊，類似啲咁我睇到係啊，即係完全冇影響。呢個啱我哋節目啲聽眾嘅，你知唔知真係咁樣喎？係爆粗，即係聽完之後係食都屎啦，都屎咁，屎啊敦嘅係咪？就咁樣咯，個反應就係咁啦。係，即係所以即係嘥氣咯，係咪？即係我講過好多次㗎啦，喺節目度，如果有聽開我節目，知道我哋即係講台灣個情況啊，包括前年嗰個即係9合1選舉。喺9合1選舉之後，我已經做咗個判斷。係咪啊？我嘅文章包括我視頻講得好清楚，國民黨10年之內都好難翻身，係咪？我哋唔係下巴輕輕去講噶嘛，係咪？即係呢個係因為成個現實政治嘅發展就係咁。你呢個老大嘅政黨仍然係不思改進，仲有一樣嘢就係大家有得賴就賴，推晒落馬英九身上。嗱呢個都係唔啱嘅，即係嚴格嚟講。不過冇計，都要揾個人嚟即係嚟推下啦，馬英九啦咁。喂，但係唔係咁嘅即係如果譬如你話即係嚟緊國民黨即係總統都睇嚟即係唔使點諗啦。咁但係馬英九冇得做嘅時候落翻嚟，咁其實佢做呢個黨主席嘅喎。而家有種咁嘅講法，但係呢個我覺得可能性即係暫時嚟講咧，你仲要睇佢選完咧。咁如果馬英九回窩做主席咧，咁國民黨一定出現即係你點搞咧？內亂㗎啦。咁甚至乎而家咧，即係其實喺即係台灣，無論喺呢個即係學術界啦，或者嗰啲名嘴界啦，總之呢個世界永遠都係咁嘅。我哋要記住政治咧係好現實嘅。OK， 我哋成日話香港人好現實啦，打落水狗啊，憎人富貴厭人貧啊，係嘛？跟紅頂白exactly 就係咁樣嘅政治，所以大家就認為咧，國民黨係會玩完嘅。即係再經過分裂之後，佢可能就完全呢個黨咧會。甚至有啲人認為佢會慢慢就即係碎片化咁樣，係。咁但係我又唔係咁樣睇喎，我真係唔係咁樣睇嘅。咁但係佢想翻身咧，亦都係好艱難，所以可以預計民進黨係可以執政8年，即係蔡英文係可以做2任，呢個係可以預計嘅。咁但係蔡英文做嘅第2任咧，亦都會將會成為眾矢之的，係咪？受到好嚴厲嘅批判。嗱，呢個就係台灣民主政治發展嘅一個特色嚟嘅，亦都係即係符合所有世界上面民主國家嗰個發展嘅嗰個趨勢就係咁。你執政嘅人永遠就係被批評嘅對象，受詛咒嘅對象，係咪？你上咗台之後就準備要落台。嗱，呢個台灣而家目前你睇國民黨個處境，之前陳水扁做8年冧檔，到而家馬英九做8年冧檔，咁所以你蔡英文做8年。
第二任嗰4年咧，你都係捱捱苦嘅。嗱，除非你可以真係經濟起死回生，但係而家目前成個世界嗰個經濟嘅即係嗰個發展，你又睇唔到台灣有啲咩機會可以喺未來呢8年啊個經濟平興白蘭忽然間起，係冇可能，因為佢內部上面有啲結構性嘅問題，譬如當年馬英九解決唔到，或者佢試圖解決嘅嗰啲所謂問題，你蔡英文同樣要面對加唔加電費啊？即係呢個好簡單啫嘛，係嘛？即係呢個核四核電啦嚇，要唔要建啊？係咪？喂，呢啲你都係要面臨個老人年金嘅問題啊，健保爆煲嘅問題啊，唔到你，喂你做在野黨嘅時候，反對黨任你噏都得啦，係咪？到你自己執政嘅時候，呢啲所有馬英九嘅燙手山芋，都係你自己要去面對，要去接波嘅。咁於是咧，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嚟㗎，係嘛？譬如呢啲年青人啊，而家支持你，哇！你上咗台之後，我一樣係揾翻2.2。咁大鑊22K 一樣，22K 啊！當然而家唔止22K啊，揾你講嘅啫。08年到依家都係22K 喎，係嘛？唔係，而家高咗少少嘅，好似高咗啲嘅。咁但係其實台灣嗰個年青人嘅薪水同香港都一樣啦。我哋嗰入息中位數10年都冇增加過啦，係咪？減咗添啊！減咗添啊！減咗。所以呢個係唔容易嘅，係嘛？咁呢一節講到呢度㗎啦，係嘛？唔係，我仲有最後一個問題問阿泰博士嘅。嗱，你就影咗張相翻嚟啦，就引人惹人艷羨係嘛？啊，你就同阿多士影，你點做到呢樣嘢嘅？團長運嚟嘅，運嚟啊！運嚟嘅。我本來行開咗啦，我走咗去嗰度去啲社區考察啦，去咗睇人哋嗰啲。呢個咪考察咯，而家咪考察緊啦，而家。係啊，我行咗去嗰有條巷仔咧，即係馬甲有個夜市嘅。馬甲添啊，仲要。我睇下嗰啲即係地方上嗰啲嘅即係夜生活嗰啲嘅情況。係。咁但係夜生活老人考察地方考察。嗰啲阿婆阿伯嚟嘅喎，咁佢有貧窮問題啦，貧窮問題。咁我行翻轉頭點知跟住佢哋同我講話我多人出場，即係阿團長出場，我咪即刻嗱跑過去，一跑過去跟住佢落台，我同佢兜面撞正啦。認到啦，你認到佢係咪？因為佢同佢喺台上嗰個樣有少少唔同㗎。佢完全唔同，因為佢啱呢個禮拜咧，佢係特登執過嚟，就係其實戴翻副眼鏡啊，即係執翻。即係喺嗰個選舉裏面，可能大家接受少少嘅形象就唔係好似佢即係平時係唱歌嗰啲嘅形象咁樣。而家其實你喺球上面見到佢，你認唔到阿團長㗎。係我哋咁好眼力先認到嘅啫嘛。嗱，即係啲冇聽開嗰啲所謂重金屬嘅音樂嘅觀眾咧，就唔知我哋講乜嘅。所以阿泰博下一節翻嚟咧，我要解釋下成件事啊。咁啊，多謝晒毓民同埋阿泰博同埋阿瑾啊。OK， 多謝晒。好，拜拜。拜拜。嗱，咁啊喺度咧要同阿盧斯達致歉先，因為我諗你未試過做節目咁做法嘅，有聽人講嘅。我而家代一代阿瑾咁啊。唔係，阿瑾都起碼講兩句啊嘛。係。咁咧就早年咧，我同阿毓民做節目嘅時候咧，就咁樣做法嘅。你喺出邊定佢喺出邊啊？佢喺加拿大，佢打電話翻嚟。我記得就係咁做法。咁甚至當年咧就冇而家呢個樣，我哋坐碌角咁坐喺度聽電話，就我裝喺鏡頭後邊嘅。哦。咁但係今日咧就人丁單薄嘅原因咧，其實就因為咧，所有基本上買 radio 嘅講政治節目嘅人咧，都去空群而出去咗台北。係咯，會唔會停播買 radio 㗎都？其實就想停嘅，想即係我哋喺去之前咧錄咗個節目先。咁但係前提就係我都去埋啊嘛。即係如果我都去埋台北嘅話，就呢個節目咧就今日就會錄定再做嘅。咁但係好衰唔衰咧，我就唔去。咁啊，結果咧我就要負責喺而家同大家見面呢個責任嚇。獨立支撐大局啊！咁理論上我獨立嘅，但係咧，因為我諗啦，喂，而家瑾都唔喺度，唔喺度，但係瑾都唔喺度啊！阿瑾唔喺度都算係買 radio 好少出現嘅，好少食。唔係咁，佢前一排佢都去日本嘅，係咁就結果咧就盧斯達就係好夠義氣咁樣去即係撐場啦嚇。咁而且撐場得嚟咧，佢係可以坐定定喺度聽呢個越洋嘅電話一路聽，咁就做節目。咁但係 anyway 咧，就我哋休陣間翻嚟咧，咁我哋就會同阿盧斯達一齊同大家討論下台灣問題、閃靈嘅問題同埋香港嘅政治。陣間翻嚟再見。
My Radio 節目月費專享優惠又嚟啦！喺1月7號至到1月24號期間，預繳2月份月費最多嘅8位網友將會免費獲邀出席1月29號 My Radio 普羅政治學院團年飯。想同毓民台長以及一眾 My Radio 節目主持一齊團年嘅話，就要把握機會啦！